我有句説話成日講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即係你做嘅嘢咧，用心去做，呢個世界睇到你做緊乜嘅。可能將來遇到第二個余英豪嘅，有第二個我咁嘅傻人出現嘅。但係你話真係遇到一個本質好，或者有咁嘅天分，或者有咁嘅耐性嘅小伙子啦咁樣，我睇而家都比較難。過年過節，醒獅係每個香港人熟悉嘅新年 icon 之一。不過而家香港僅存嘅獅頭紮作師傅就唔多啦。余英豪余師傅係一名80後，自細就痴迷舞獅呢門藝術。父母開醫館，但佢就唔想繼承衣缽。中學畢業後，花咗3年時間跟住一位老師傅學紮獅頭。受盡冷眼啊！以前僆仔嘅時代都有㗎，啲街坊啊、啲長輩，哇，豪仔你讀完書點解都唔揾嘢做啊？好似日日唔知做緊乜咁樣，即係佢唔知我嘅夢想，好想去學呢門香港一種傳統嘅嘢。但係你紮獅頭係4樣嘢喺入邊，就頭先我所講嘅紮撲寫裝。咁所以一隻獅頭咧係一樣好複雜嘅中國民間嘅藝術品嚟嘅，所以就好有興趣啦，好想學。一路學嗰陣時冇㗎，冇人教㗎，自己摸㗎咋。做嘅嘢唔靚啊，或者唔得完善啦，未試過見識過一個正確嘅系統點樣去做，因為你冇師傅教嘛，就一路摸索咯，直至到長大咗讀完書啦，啱啱有個機會，就有個老師傅就肯收我做徒弟，俾我喺佢個工場嗰度學啦。出師後，余師傅咁啱遇到一位貴人，佢租咗紅磡嘅一間衣紙鋪做生意，日頭就維持生計，入夜後拉埋閘就可以做獅頭，追求夢想。點解會識到呢一間鋪頭？就係因為以前我舊老闆，大家行頭紮咁認識到呢個舊老闆啦咁樣。咁啊後尾佢啊即係見我咁有誠意，咁啊老闆就好好，咁佢俾個機會我，佢話豪仔你有興趣就你頂嚟做啦。做獅子我犧牲都好大㗎，因為我要靠夜晚，咁夜晚有時一做都做到凌晨3、4點㗎。辛苦就係辛苦呢啲咯。咁你朝頭早一早翻嚟開檔，忙完一日，大佬人嚟㗎。你忙完一日，你個人會攰噶嘛？師傅喺採訪嘅時候做緊5個獅頭，由澳洲一間華人博物館訂購，堅持慢工出細活嘅佢，用咗7個月嘅時間嚟完成呢5個獅頭。通常揾我做獅嗰啲咧，就唔係為咗舞獅而去買我嘅獅，通常咧就係為咗欣賞。咁你平時喺街邊睇人哋做舞獅，你第一眼就見到隻獅子，啊呢隻獅好靚喎咁樣，你係俾佢個顏色吸引噶嘛？係俾嗰種美術吸引噶嘛，即係只不過我係有少少我個人嘅藝術風格，我隻獅唔同樣噶，意思個圖案花紋啊，即係每一隻嘅設計都係唔同噶，呢樣嘢係我自己嘅一個特色咯。你話揾到食，基本上真係揾唔到食嘅，你做嘢慢啊嘛，人哋做10隻等於你做1隻。余師傅仲好講究材料嘅來源，所有嘅材料都要精挑細選，力求每個獅頭都係藝術品。好簡單，一條咁嘅嘢啫，淘寶買100幾十。呢家我教曉咗我老婆做嘅，仲靚過我添，好密好整齊。你見下一束一束，唔通我賣俾人幾千蚊一套咁嘅須啊？人哋都傻啦，話你係咪先？咁冇得咁計。我做獅子咧係好講嗰個效果嘅，要用盡我自己嘅經驗啊，或者我嘅設計咧去做好一件作品出嚟俾人欣賞嘅。對於余師傅嚟講，咩辛苦都係假噶。人如果冇夢想，同條鹹魚有咩分別？人呢，你能夠每一日做緊嘅嘢係你喜歡做嘅嘢咧，呢種其實係好難得嘅一種福氣。我成日都話，錢揾多揾少我真係唔知，但係至低限度我冇話日朝朝拉喺度走一隻捱命咁嘅心態，即係起碼我係享受緊我每日做緊嘅嘢。